60幾歲男士由兒子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聽力方案。男士數年前跌倒撞親頭，導致聽力損失，現在用緊政府醫院配嘅助聽器，效果不理想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男士左耳道腫脹，導致耳道狹窄，及右耳曾經有嚴重中耳炎，結果是左右耳極重度弱聽。給男士試用我們的24通道 Vi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室內及戶外試機，試機效果比男士現在用緊的好得多。有冇做嘢啊？有。做緊乜嘢工作啊？做嗰啲雜嘢咯。男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Vi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